相信了解庆余年的朋友们都知道，范闲最后一位对手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庆帝了。庆帝不仅是一位帝王，更是一位大宗师。那么范闲有什么资本来对抗他呢？今天乐风就来跟大家聊聊范闲对抗庆帝的10大资本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第10个，作为庆帝的亲儿子，范闲是从萧恩的口中得知了自己是庆帝的儿子，这个身份本就是范闲的资本之一。虽然说庆帝对于自己的儿子也够狠，但至少在陈萍萍死之前，庆帝对范闲的包容还是很大的。如果范闲没有跟庆帝的血缘关系，恐怕早就身死了吧。第9个，拥有天下最大的2个钱庄，无论在什么年代，有钱就能横着走。范闲为自己筹备了招商钱庄，为了下江南夺内库打下了基础。而司顾建死后，建罗二师兄掌控的太平钱庄也归入了范闲的名下。天下2大钱庄都是他的，只要稍微动动手脚，就可以让庆国财务出现问题。只不过到最后，范闲也没有利用钱庄的力量。第8个，剑炉高手，在司顾建死后，将他的弟子全部留给了范闲，这些弟子都是9品剑手，直接给范闲13位实力强大的保镖。虽然这些人对抗庆帝还不够看，至少能让范闲高枕无忧啊！因为天下除了大宗师之外，最强的就是9品高手了。第7个，监察院，在范闲最开始对抗庆帝的时候，用的力量就是陈萍萍留给他的监察院。监察院的存在，不仅让范闲可以迅速知道天下各地的动向，还可以让范闲更好的掌控局面。在监察院被庆帝夺走后，范闲连得知消息都晚了许久，直接导致了他那些手段全部被庆帝压制，足以看得出监察院的作用了。但后期监察院对范闲的作用也就不大了，而下面这个就是叶青梅留给他的东西了。第6个，内库。内库是庆国的根基，庆国能够发展起来全靠叶青梅所建立的内库。本来在下江南的时候，范闲就已经成功的掌握了内库，不过最后也被庆帝夺回，但范闲却也掌握了内库的工艺，只要他想，完全可以带着工艺前往北齐，跟战斗的合作一起对抗庆帝。但是身为庆人呢，范闲还是没有选择背叛庆国，并且他也不希望天下大乱，内库最终也没有起到对抗庆帝的作用了。第5个，天下熟人多。范闲有着足以让天下大乱的能力，这点在监察院和内库都被收回后依旧是存在的，原因就是他的熟人太多了。海棠都督化名松之县令在西湖，北齐有着战斗的这位小皇帝，东夷城整个监炉都是他的，还安排了大皇子驻扎在东夷城。只要范闲想，这些人都会为范闲进攻庆国，即便是庆国军事实力最强，也依旧抵挡不住多面受击。更何况庆帝这位大宗师不可能亲临战场了，可见熟人多的好处啊。而这一点也是范闲跟庆帝成功谈好条件的前提。庆帝想一统天下，自然只能答应这个要求。第4个，另外2个大爹，这一点也是范闲早期对抗庆帝的资本。陈萍萍和范建因为叶青梅的原因，早就将范闲当做了自己的孩子，在范闲成长的过程中是不遗余力的去帮助他，而陈萍萍更是想让范闲成为庆国皇帝。虽然最后陈萍萍被处死，范建也归隐了下来，但2人留给范闲的东西还很多，甚至范建正在帮助范闲建立新的内库。到最后，范闲在他们的手中接过的权力依旧是无比的庞大，也算是范闲对抗庆帝的资本之一了。而下面这个就是范闲的学武了。第3个，身负3大绝学。范闲最初从五竹那里获得的秘籍就是霸道真气，虽然他只练成了上半册，却也成为了9品高手。在筋脉受损的时候，还获得了海棠都督送来的天一道功法。司顾建死之前，将四顾剑意传授给了范闲。虽然这3大绝学并未帮助范闲晋升大宗师，但是艺多不压身呢，范闲已经是9品高手中最强的存在了。他能够以自身的实力去对抗庆帝而不死，本就是会得多。当然，仅仅是这些，完全不足以让范闲成功的击败庆帝，他最大的倚仗还得是下面这2个。第2个，巴雷特。巴雷特在整部作品中一共出现过4次，第1次是叶青梅狙杀2位王爷，第2次是范闲对战燕小乙，第3次是范若若在庆帝手中救下范闲等人，最后一次就是在决战中范若若狙杀庆帝了。而庆帝因为知道巴雷特的实力，所以对于巴雷特有着一种恐惧，几十年的时间不出宫门，就是庆帝害怕巴雷特和五竹，而巴雷特也是范闲击杀庆帝的一大倚仗。如果不是范若若最后心软，可能庆帝就会直接被轰杀了。第1个，五竹。如果说巴雷特不能让范闲保底，那么五竹的存在便是范闲最后的杀招。五竹作为机器人，实力跟大宗师是持平的，单独对战庆帝也不会落下风。而范闲前往神庙就是为了带回五竹，只有五竹在，范闲才能够真正的放开去对付庆帝，并且庆帝最后就是被五竹击杀。他一直好奇五竹黑布下是什么，在揭开黑布后就被五竹的极光眼轰杀。
说到底，最后还是五竹杀掉了庆帝，范闲最后一战都只是个打酱油的了。而庆帝死后，天下唯一的最强者就是这位机器人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，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